官宦世家。第二个，它的地位很重要，是守藏室之吏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司马迁家里2代人是史官，做太史，是吧？班固、班彪他们兄弟姊妹也是相继做了一个史官。古代的史官很重要，那史官的一个脾气也还蛮硬啊。但是文化我们都知道，孔夫子开始才把文化这一个火种从天上引到了民间。那在此之前，这个文化就是那个王室，就是那个诸侯或者大夫他们自己家里叫做家学渊源，老百姓他就不传给你啊。所以李自成起义，李自成打仗，他没有兵法，他就只是一本《三国演义》，这就是他最好的兵书了。老百姓接触不到文化，他没有文化，他就不可能做这一个守藏室一个官员，更不能做守藏室之吏，这个是很重要。因为这个原因，我们才知道下边它是中国上古以来中华文化的继承者、守护神。他在那里呢，看到的都是有史有历史以来的历代王朝兴衰成败的东西，也接触到当时那种政治，周王朝是怎么统治的，诸侯们是怎么做的，接触着很多。在这种基础上，他就思考了，他就把它继承下来，然后他就写这个书了。他为了说明他这个书不是瞎胡编的，他那个书里边仔细去数，有26处写上古圣人提的26次，证明不是我自己捏造的。他总结这个兴衰存亡那种铁血的教训，然后再提炼再升华，才出了这一部不朽的著作。这是我们这样分析得来的。第二，应当说老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学问家、思想家、哲学家。今天不是什么 MB 是什么是个管什么管理学的吗？从美国去引进吗？其实中国的管理学啊，最早的这个管理学的这个教授就应当是李丹。他这本书学了以后，你就会去搞管理学呀，你就会搞管理呀，只是看你想不想，动不动脑筋想一想啊，你有收获了，就按照这个去管理啊。历朝历代怎么评价他，都是老子一书，你得其一术，你只要能够中间你钻研透了一点，你就可以南面为王。当然不一定每个人是做王做皇帝，你那个大公司那个大企业，你做董事长，你不是南面为王吗？应该说他这个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奠基人之一，是最早的一个。另外之一呢，应当说是孔夫子了，那是比老子呢要缓一点。这一部书后人很怀疑，说他那个时候写不出这样的著作来啊。
怎么这么前瞻呢？这也可以算是个谜吧。埃及的那个金字塔不是说它一条线一条角，又是那个数学又相当于什么天文数啊，什么地球到太阳的那样一个距离啊，等等等等，这么说也是解释不清。但是你能够说那个不是他们自己做的吗？不是埃及那块地方上的那个古老的那些个先贤先哲们做的吗？人家说这个书写的太好了，就因为这个原因，就不是老子写的，那个年代这个老子写不出来。那么那首那个黄河之水天上来这样的诗啊，恐怕李白也是想不出来的。只有我们说李白写不出这句诗的人，这个人才可能写得出来的。你怎么说这个话嘛？那老子凭什么有这种殊荣呢？为什么我们是说老子应该这样评价他呢？就凭下边那个，他做的事，做什么事啊？老子修道德，其学以自隐无名为物，言道德之言5000余言。也就是说，老子取的这个地位，他的崇高伟大，就是这个5000余言，不要多的啊，有的5000余言就够了。我们文学家们说写诗歌一辈子几千首，有的一首从唐代流传到今天就是伟大，不在乎多。那过去人家所说的拿破仑的国脚，又臭又臭的东西啊，那文字再多，你也不能扬名，也不值钱的。那么修道德这个怎么说呢？我这里就不解释，下回会解释。第三，我们看一下老子这个人啊，他的人品怎么样？他是一个真正的大菩萨，是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是什么意思啊？阿弥陀佛就是说，反正要普度众生了，他的心胸的开阔，他是悲天悯人，他的挚爱无边，他是心系天下，他自己又是一个尊道重德的一个模范的力行者。怎么说这个话呢？我们